歡迎收睇世界觀。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施政滿100日，有傳媒形容係百日亂局。美國政治、外交以及全球經濟開始掀起巨變，究竟佢有冇令到美國再次偉大呢？1月20號，78歲嘅特朗普喺華盛頓國會大廈宣誓成為美國第47任總統，展開佢第2個總統任期。佢喺就職演說當中強調，美國開始黃金時代。Just a few months ago in a beautiful Pennsylvania field, an assassin's bullet ripped through my ear. But I felt then and believe even more so now that my life was saved for a reason. I was saved by God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喺總統特朗普過去100日施政，已經簽署咗大約130項行政命令，規模可以話係前所未見。法新社有統計話，特朗普撤銷前拜登政府60幾項行政命令，又暫停向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資金，大幅削減多個部門，包括已故前總統列根喺任內成立嘅美國無家可歸問題跨部門委員會嘅經費。值得留意嘅係，特朗普倡議令美國再次偉大。屬於共和黨嘅列根喺1980年參選總統期間，亦都係用呢個競選口號。特朗普又簽署行政命令，推動解散有超過40年歷史嘅教育部，交由各州自行處理教育問題，引發國內部分學生不滿。特朗普指責美國教育部向學童灌輸涉及性別同種族意識形態，又話國內教育質量未達到預期，學術表現落後。回顧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推動有教無類方案，擴大教育部嘅角色。特朗普又簽署至少40項行政命令，涉及廢除 DEI， 即係多元、公平同包容政策。聯邦政府要求各地部門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體育賽事，如果有學校容許嘅話，可能會失去聯邦政府資助。有支持者認為賽事會恢復公平性，亦都有人認為跨性別運動員嘅權益會被剝削。另外，特朗普早前簽署宣言，將2月9號定為美國灣日，並且指示全美所有提供地圖服務嘅機構要將地圖上面嘅墨西哥灣改做美國灣。特朗普話呢個海灣係美國不可或缺嘅資產。墨西哥就反對美方嘅做法，話墨西哥灣嘅名一早獲得聯合國承認。傳媒亦都關注特朗普利用行政命令去打擊潛在政敵。佢曾經撤銷幾十個前政府官員嘅安全許可，包括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博爾頓曾經出書宣稱特朗普希望中國協助佢勝出2020年總統大選，引起特朗普不滿。華爾街日報指出，特朗普正係喺國內鞏固行政權力，打擊政治對手，顛覆聯邦官僚體系，實施嚴格移民控制。相信佢今後會將重心轉向國外，包括同多國展開貿易談判，推動同中方高層對話，應對俄烏戰事等等。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評論話，特朗普政府喺短短100日將經濟推向危機邊緣，原因唔係涉及外部經濟衝擊、恐襲同自然災害，而係美方嘅關稅政策。加上特朗普隨意實施、暫緩同埋調整關稅，可能會導致經濟衰退。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嘅人民調話，特朗普嘅支持率只係得4%，立場比較親佢嘅霍士新聞就話支持率有4%，又話較多受訪者支持聯邦政府打擊非法移民，但對經濟前景感到憂慮。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